大家好，我係 Elvin，今日就嚟為大家全面介紹 CX19 鱷魚智能 TQ550GN，去睇佢值唔值得購買。首先，今次嘅 CX19 係一個有3隻陀螺嘅抽包，3隻嘅配置就一樣，但係顏色唔一樣，分別有綠色、藍色、紅色，而綠色就係今次嘅千王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就嚟開始介紹今次陀螺。首先，鱷魚文章冇乜特別，直接跳過。T 超越戰刃有一個比較圓，同時有7個特點嘅設計，應該會比較愛重心，可以配合鞭打去做一個持久配置。但佢係唔會去到 T0，最頂都係 T1㗎咋。同埋呢，暴擊係可以直接取代佢，所以佢算係暴擊嘅下位咯。同鞭打結合嘅時候，跟住就係戰輪金屬戰刃，有7塊戰刃，同埋佢哋有微微嘅上勾，睇佢個設計就想玩反擊型，但係普通嘅陀螺係打唔到 CX 陀螺嘅金屬戰刃，所以發射時候可能要斜射或者用比較低嘅輪盤先可以做到反擊效果。接下嚟就係 Q 輔助戰刃，外形睇落比較細，形狀係一個圓加7個小尖點，感覺都係玩反擊型，但係感覺重量會比唔起 W 或者 H。同埋攻擊能力都可能冇 H 咁好，持久力又一定冇 W 咁好，所以我覺得就係一個冇乜用嘅零件。輪盤今次又出咗新嘅輪盤550，講真，5系列嘅輪盤已經得左龍同埋左交龍用，但係佢哋都係用570，所以550就顯得冇乜用。不過如果你真係缺輪盤嘅話，呢個都可以用。佢最大嘅問題有5個特點，令佢好容易俾人爆裂。不過550高度可以減到呢個風險，所以呢個算一個中規中矩嘅零件。最後 GN 軸帶一啲反擊嘅防守軸心，好容易暴走，冇乜用。今次鱷魚就睇落偏向打反擊型，炒價應該會去到200港幣到。呢一隻我淨係建議新手冇乜陀螺或者玩開 CX 嘅陀螺手先買。今條片就去到呢度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就請你幫手 like、shar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拜拜。